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幫講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，題目係令美國難堪，寫中國奇水。中東戰爭發展至今，有關停戰嘅消息只聞美國口響，究竟戰火可以幾時停止？但係睇近日零星嘅炮火重燃，真係叫人唔敢樂觀。美國同伊朗僵持不下嘅其中一個重點，就係有關伊朗點樣處理濃縮鈾。近日有傳伊朗當局願意將濃縮鈾移交去到中國，中國外交部回應嘅時候就重新立場，表示願意繼續為伊朗核問題嘅政治外交解決發揮建設性嘅作用，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，促進中東同埋世界和平穩定。假如伊朗真係祭出奇之一手，恐怕美國沒有最尷尬，只有更尷尬。損華氣美，令到美國打咗3個月嘅仗，但係就只係換嚟3個字：唔可信。國際形象咁低落，可以話係直接令美國總統特朗普面目無光。可以想象呢一位小氣總統，到時只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延續網上治國嘅傳統，洋洋灑灑咁打出怨婦文，講伊朗不是，抱怨中國選擇。當然結尾少不了又係美國偉大，將一敗塗地演繹成為都係勝利，用嚟自欺，更加用嚟欺人。不過更加重要嘅係，美國會點樣選擇呢？美國侵略伊朗最初高舉嘅所謂大義係唔允許伊朗擁核，佢嘅終極目標係消滅德黑蘭嘅政權。但係如果伊朗將濃縮鈾轉移去到中國，美國侵略嘅藉口即時消失，亦都會立即陷於兩難。因為就算有千萬個不願，但係伊朗無核嘅情況之下，特朗普始終都係失去咗開戰嘅理由。唔想中國插手濃縮鈾，但係鑑於要重開霍爾木茲海峽，亦都只可以任由其擔任和平大使嘅角色。到時結局會係點？德黑蘭嘅政權仍然得以保存，霍爾木茲海峽折騰咗幾個月，有蝕冇賺。而家就連消除核威脅嘅名分都要拱手讓俾中國。美國徹頭徹尾喺呢場戰爭，除咗輸都係輸。當然唔可以排除狂人特朗普暴走嘅可能性，佢將會不顧一切，捨起道德高地繼續戰落去。咁到時唔單止會令美國人反感，更加如同係自己拉低咗遮醜布，赤裸裸咁展現咗帝國嘅野心。當然啦，有關濃縮鈾嘅轉移，而家實話都未有一撇，仍然係等緊伊朗會唔會有嚇美國一跳嘅妙着。不過中東戰事持續至今，美國早已喺世界面前自曝其醜，反口覆舌，舉棋不定，自視過高，連累全球。所以除咗中國之外，仲有邊個可以令世界一哥難堪？咪就係佢自己咯。